薩瓦迪卡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南佛社裴師傅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係泰國佛牌入邊嘅一種聖物，叫碌嗡。首先，碌嗡嘅意思係泰文入邊可以解作為糖果，不過喺泰國佛牌界入邊就稱呼佢係另一種聖物嘅名。而碌譯做圓圓嘅一粒物件，嗡就係含住喺嘴巴入邊嘅東西。咁碌嗡係點樣演變成今日嘅聖物呢？就因為泰國佛教界嗰陣時佛牌係仲未普遍，所以最早期出現嘅就好似特固、碌嗡呢類嘅聖物。由於以前交通唔方便嘅時候呢，信眾都係由好遠嘅地方攀山涉水咁樣去佛廟祈福同共僧嘅。而每當信徒告別僧侶回家嘅時候，僧侶們就見到佢哋千辛萬苦咁樣穿山越嶺，步步咁行返屋企。叢林裏邊亦都危機四伏，有毒蛇猛獸多不勝數，信徒們就咁行返去，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。奈何僧侶們佢哋身上亦都冇信物可以俾佢哋作護身之用。有一次，有一個僧侶突然間靈機一觸，諗起自己口中咀嚼緊嘅檳榔，因為咀嚼耐咗之後就係變成一啲渣滓，一般嘅僧侶就會隨意咁吐咗佢。而呢位僧侶就諗到將佢搓成粒狀，將佢哋分派俾信眾們，以作防身之用，保佑佢哋出入平安，應該綽綽有餘。當信眾們見到粒檳榔渣嘅時候，個個都目定口呆，心諗呢個僧侶係咪神經錯亂？但係佢哋又唔好意思拒絕，唯有隨便咁樣放咗落衫袋、褲袋，打算出到廟嘅時候將佢掉咗。但係大家一路行一路傾偈嘅時候，好快就將檳榔渣嘅事情忘記咗啦。由於接近黃昏，大家都好心急咁趕住回家，就自然地加快腳步咁行啦。行到山崖邊，其中一個因為唔小心踩到啲青苔，失去重心跌咗落地下，滑咗出個山崖度。由於發生得太突然，同行嘅人根本都嚟唔切反應，眼見佢從昏暗嘅斜坡中消失。所有人一睇，個山崖最少有40-50尺深，而正喺度下墮緊嗰位信徒，心諗自己今次都凶多吉少啦。就喺呢個時候，佢個腦突然靈光一閃，記得褲袋入邊嗰粒檳榔渣，立即向褲袋處摸去，個心就急諗佛祖保佑。電光火石間，嘣一聲巨響，佢就撞到一啲嘢，佢就失去意識，不省人事。冇幾耐，附近嘅居民知道有人跌咗落山崖，紛紛咁帶上咗攀山嘅工具前往救人。居民們將繩綁喺大樹上，然後由繩慢慢咁爬落山崖。山崖下邊，佢哋發現到墮崖嘅信徒被一棵大樹承托住，於是就小心翼翼咁樣幫佢檢查身體，睇下佢有邊度受傷或者有冇骨折。經過一番檢查之後，竟然發覺佢只有手腳擦傷。將佢吊返上山崖上邊之後，而佢都開始恢復意識，慢慢清醒。所有人都覺得匪夷所思，而附近嘅居民們都見過唔少嘅人跌落呢個山崖，基本上僥倖不死，都會終身殘廢。墮崖嘅信徒就講返起僧侶俾佢嘅檳榔渣顯聖保佑佢，而居民們得知檳榔渣顯聖蹟之後，就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個個都湧到去向僧侶求檳榔渣保平安。自此之後，檳榔渣嘅威力就備受認同，並改稱為碌嗡。碌嗡嘅功效係非常之多，一般嘅高僧所製嘅碌嗡有避險、招財、人緣、辟邪。仲有一種用法就係佩戴碌嗡去跟人討債，因為碌嗡有高僧咀嚼過嘅檳榔渣，附有高僧嘅口水，就好似你利用高僧嘅口去向人追債，自然會特別順利。不過戴碌嗡都要記住一啲禁忌，就係唔可以亂撳咒罵人哋。隨住時代嘅轉變，近呢幾十年都好少有僧侶有咀嚼檳榔嘅習慣，但仍然有好多信眾不斷去佛寺祈求碌嗡。僧侶們喺冇辦法之下，只好將每次做完佛牌嘅聖粉壓成粒狀，亦都有僧侶將鑄造金屬佛牌用剩嘅金屬，例如5寶銅、9寶銅嘅原料，鑄造成鋼珠形碌嗡。就算時代唔同咗，碌嗡有所轉型同變化，
但係佢嘅靈驗程度都係不容忽視。好啦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大家記得點讚同訂閱我哋嘅頻道。最後，大家如果喺生活上遇到啲咩奇難雜症或者泰國佛嘅問題，都可以交你左上角嘅微信 QR Code 查詢。下集再見。